So are you ready? Cue the confetti and sing it with me, 'cause it's time to celebrate. Tell everybody, bring on song. It's the most magical party of all. So are you ready? Cue
現在請歡迎你哋嘅主持人 Mike。大家好，Hello，好熱烈嘅掌聲啊！多謝你哋。Hello，大家好，我係 Mike。好高興咧，今日可以見到大家。今日喺過去咧20年嚟咧，香港迪士尼咧就不斷推出一啲令人驚喜嘅餐飲體驗，透過沉浸式嘅餐飲傳遞節日嘅歡樂氣氛，令到我哋每位賓客咧都可以慶祝到每一個特別嘅場合。今日我哋香港迪士尼樂園咧餐飲部準備咗一系列嘅特色餐飲同大家去分享嘅喎，當中咧包括咧我哋近年嘅得獎菜式啦，而家喺度假區入邊已經食得到嘅萬聖節美食，同埋一部分咧即將推出嘅聖誕節以及全新嘅主題美食。接住落嚟，我哋香港嘅迪士尼嘅餐飲團隊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度假區最新嘅餐飲發展動向。我哋一齊咧可以聽下佢哋係點樣用食物去講故事嘅，創造一個迪士尼獨有嘅餐飲體驗。我哋而家一齊有請幾位分享嘅嘉賓，一齊歡迎香港迪士尼嘅餐飲總監方希浩 Manfred， 香港迪士尼嘅餅房行政總廚史劍宇 Chef Zoe， 香港迪士尼嘅廚師長黃子揚 Chef Mike， 香港迪士尼嘅初級廚師楊先偉 Chef C， 以及呢個環節嘅主持人，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電訊及公共事務嘅副總裁黎佩珊 Anita。Hello， 多謝咁多位就座，請坐。首先好多謝大家先啦，今日都會忙啊，我頭先講下好多單嘢，咁但係即係我哋見到個場面咧，其實真係非常開心啊！大家過咗一個最緊要嘅颱風啦，跟住又個天色又靚喎而家啊，咁啊可以變咗大家一齊咧迪士尼同埋美食咧就係嗰個嘅 magic 就喺度啦，就可以聚人啊，所以就好多謝大家首先即係好多謝你哋今日咁捧場啦咁樣。咁我哋有傳媒朋友啦，有一啲嘉賓啦，有演藝人員喺度啦，有大專院校嘅同學啦，咁Anita 啦，咁我哋介紹自己。咁今日咧嚟到我哋呢一個係美食巡禮，咁自己本身我哋20週年咧就連埋我哋啲美食啦，就係6月28號咧已經開始嘅。咁但係我哋個 party 咧係玩1年嘅嘛，所以呢啲美食咧同埋我哋嘅 party 咧係會一路咧成年咁樣去推陳出新咁樣去活出，係俾大家去欣賞啊咁樣。咁我哋嘅餐飲團隊咧有好多心思啦，我哋有個字咧叫做 entertainment 啊。我哋公司係 entertainment 啦，但係我哋話喂每一個環節咧都要好 entertaining 嘅，咁所以我哋變咗就係話餐飲部出嚟嘅嘢咧就係 entertainment 啦。咁餐飲唔係咁簡單，我仲要覺得係話靚啦，我哋嘅客戶覺得又好玩啦，係可能有 experience 啦。咁所以我哋係有20週年嘅美食啊，有啲特色嘅主題嘅餐飲啊。咁所以我今日就有成個團隊啦，我唔係專家，我哋就揾翻餐飲嘅部嘅專家啦 Manfred 同埋我哋嘅 chef 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Manfred， 交俾你。好啊，多謝晒 Anita， 咁多位舊朋友、新朋友，大家好啊！喺度咧，再一次歡迎咁多位今日嚟到我哋嘅餐廳同我哋一齊見面。咁喺開始之前咧，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我哋香港迪士尼作為區內重要嘅旅遊餐飲嘅旗艦一份子，一直咧同政府同埋旅發局同埋業界嘅伙伴咧，我哋都緊密合作。咁去希望推動啦我哋區內嘅旅遊發展啦。咁好開心去同大家分享咧，嚟緊香港迪士尼咧將會參與今年由旅發局主辦嘅盛事美酒佳肴巡禮，而我哋每日咧都好高興咧有機會去支持呢個盛事嘅。講翻今日嘅分享啦，喺過去20年裏面咧，其實一直都好多謝我哋嘅團隊啦，無論喺台前台後佢哋嘅努力，令到咧我哋可以將咁多咁有特色嘅美食咧，去帶到俾我哋嘅賓客。而喺2025年嘅財政年度，咁我哋都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分享咧，我哋香港迪士尼，我哋人均嘅餐飲消費比上個財政年度係略有增長嘅，亦都多謝團隊大家嘅努力，亦都我哋好虛心咁去聽我哋業界裏面啦，喺賓客俾我哋一啲意見啦，令到我哋喺賓客體驗嗰部分咧，我哋一個好明顯，亦都好持續
強勁嘅一個升幅。咁亦都喺個過程裏面咧，我哋感受到即係我諗業界咧同埋我諗市場對我哋嘅支持。今日咧亦都希望喺呢度咧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創造奇妙餐飲體驗嘅4個重點。大家準備好未？我準備好，多謝你，係啦，多謝俾我機會去分享下。首先第一樣亦都最重要嘅重點咧，就係我哋將迪士尼，我哋可以即係我哋獨特嘅方法咧，去創造我哋一個要沉浸式嘅即係餐體驗。嗱，例如咧，而家係 Halloween 啦，大家都會知道我哋喺園區，我哋有個叫 Nightmare Before Dinner 嘅 program， 我哋叫阿 Jack 怪誕大餐喺裏面咧，其實加咗好多我哋啲娛樂嘅元素。咁啊，我哋會有阿 Jack 啦，有 Sammy 啦，有 Cookie 啦，喺餐廳裏面咧。我哋個舞台上同我哋嘅賓客咧近距離咧，希望可以多啲嘅互動。亦都多謝我哋廚師團隊咧喺產品上面咧加咗好多一啲我哋萬聖節嘅氣氛。而我哋 Jack 怪誕大餐 Nightmare Before Dinner 咧，其實首次推出嘅時候咧喺2022年，而都好開心咧見到呢個即係項目咧成為萬聖節我哋裏面其中一個經典項目。而喺上年咧，我哋賣出嘅套票咧係超過7000多套，亦都今年好開心繼續有呢個嘅咁經典項目繼續同大家分享啦、面世啦。仲有阿里巴巴啱啱推出咗啦，咁我都好開心咧，見到咧我哋有部分嘅日子嘅預約咧，亦都已經爆咗啦。要快啲 book 啊！係 book 唔到就揾我啦。book 唔到揾 Mandarin。entertainment 啊嘛，咁所以 Halloween 咧就係一個最佳嘅時間咧，係有好嘢食啦，有表演睇啦，同埋大家咧其他嘅客咧，你都係一個嘅賞心悅目嘅，因為大家會着到好特別咁樣入嚟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每一年我哋都好期待嘅項目。咁我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一個好受歡迎嘅餐飲體驗嘅，係我哋好大熱嘅 IP。冇錯啊，呢就咁大家都知道咧，我哋過去2年咧推出咗魔雪奇緣啦。其實喺魔雪奇緣世界開幕之後咧，我哋一直都有啲好特別、好靚嘅產品啦。咁我哋有個以小白為主題嘅夏雪節嘅圓雪糕，其實喺講緊咧累積銷量係突破咗60萬支。係60萬支，而我哋都知道咧喺個過程裏面，係我哋嗰個軟雪糕喎。講緊你估唔到呢2年裏面，我哋差唔多賣咗60萬支，而當中我都聽到好多我哋嘅大人啦、小朋友啦，都問緊我哋，嘿，有冇機會有其他啲新嘅推陳出新嘅奇妙體驗啊？咁當然亦都多謝團隊啦。喺2024年咧，我哋推出咗一個艾爾德皇宮自助早餐，其實係乜嘢嚟嘅咧？咁當中咧，我哋嘅 Anna 女王咧就會喺個早餐同我哋嘅賓客有一個近距離嘅互動啦，亦都有我哋嘅樂手咧即場去演奏啲即係我哋啲大家好熟悉、耳熟能詳嘅樂章。亦都當中咧，我哋見到咧個推出之後係非常之熱烈，而喺當由應該24年嘅年底開始咧，其實賣出咗超過8000套嘅自助嘅早餐門票，而每個禮拜6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個預訂咧都接近額滿嘅。咁亦都同時間咧，我見到咧而家賓客喺園區或者酒店咧，佢哋一啲嘅餐飲嘅需求，佢哋希望多啲套票嘅形式。點解咧？因為佢覺得咁樣會簡單直接，即係唔需要太多嘅考慮。而喺當中咧，我哋團隊咧都多謝團隊設計咗我哋大冒險家半自助餐廳。我哋喺晚餐嘅時候咧，呢半自助晚餐嘅時候咧，就安排咗同我哋嘅夜間即係我哋嘅 Momentus 安排咗個特別觀賞區嘅入場套票。咁啊，希望結合到我哋有餐飲啦，有娛樂嘅體驗啦。咁啱啱咧，頭先人呢頭都分享咗，6月28號開始，我哋20週年限定嘅一個星夢歌宴之類嘅套票咧，其實已經賣出咗超過16000套，比舊年同期講緊升緊係15%，非常之一個亮麗嘅成績。非常好，其實我哋成日都即係知道而家出邊可能唔同業界有好多唔同嘅挑戰啦。其實我哋都好歡迎大家多啲交流，因為好似即係我哋餐飲部啦，我哋做好美食係一件事啦，但係美食又會有一啲嘅娛樂嘅元素啦，同埋即係要諗好多橋嘅。咁陣間大家會再講下諗橋嗰方面啦，咁就我哋好歡迎大家去交流啦，咁樣。咁所以另外旅遊趨勢啦，而家大家可能各位傳媒朋友都會報道啦，好多可能再嚟嘅香港嘅旅客啦，我哋都要去切合佢哋嘅需求㗎。咁啊，政府同業界就大力推緊穆斯林友善旅遊目的地啦，香港係咁啊，開拓呢個中東市場啦。咁我哋其實一直都好留意住呢一個嚟嘅賓客咧，佢哋嘅需求同埋佢哋嘅遊園嘅模式嘅。
咁希望亦都配合到我哋嘅餐飲選擇啦。咁所以喺個樂園裏邊，唔係喺酒店，喺樂園嗰邊咧，啱啱開咗一個全新嘅主題餐廳咧，叫做 Wayfinder 領航者會館。咁佢係 Moana 主題嘅。咁已經係提供咗一個清真認證嘅餐飲啦，所以 Wayfinder 嘅餐單咧係由 Chef Mike 主理嘅。Chef Mike，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佢嘅菜式？哇，多謝 Peter。咁大家好啦，我係 Chef Mike 啦，而家係喺樂園擔任廚師長嘅。咁首先啦，多謝 Peter 簡單嘅介紹嗰個餐廳名啦。Wayfinder Table 領航者會館咧喺今年9月12日正式開幕嘅。咁大家知唔知道9月12日係迪士尼咩日子啊？我知。生日係啦，就係我哋20週年嘅生日啦。咁所以係正式生日開幕嘅。係啦。咁係一個好值得紀念嘅日子啦。咁呢間餐廳咧係以Moana嘅傳奇故事咧為靈感嘅。咁裝修設計方面咧都充滿咗島嶼嘅風情。咁我自己最中意咧喺餐廳裏面有8塊手工嘅壁畫啦，由設計師親手畫出。咁大家有機會都可以去打卡影下相啦。咁重現咗Moana嘅故事，希望令到客人咧更加投入喺《魔海奇緣》裏面嘅氛圍中咧用餐嘅。咁跟住我就為大家介紹一下餐廳嘅 menu 啦。咁有7款嘅菜式喺裏面嘅。咁當中我哋融合咗好多東南亞嘅經典風味喺裏邊啦，包括有泰式木雞髀嘅特色香飯啦、亞洲文咖喱啦，有燒牛扒嘅印尼炒麵啦、Ego wing 啦。同埋新加坡同馬來西亞都好出名嘅海鮮喇沙，以及專為素食者設計嘅素菜印度芝士雪球 （Lala Kofta）， 希望滿足到唔同客人嘅需要，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嚟試下啦。跟住落嚟咧，我就想介紹2款Moana粉絲絕對唔可以錯過嘅菜式。喺我手上攞住嘅就係我哋嘅蓮蓉餐具啦。呢個設計靈感咧嚟自於Moana中嘅椰子海盜。佢個名叫做 Quakamora， 可能大家如果有睇過Moana呢個電影嘅時候，知道呢一個係一個好得意、好調皮嘅一個角色嚟嘅。咁呢個餐具咧分為2個部分嘅，係可以打開。哇！咁上面咧我哋會裝咗一個fish meal 嘅 pizza 啦，係 lamb pizza。上面會有啲芒果醬啦、燒雞肉粒啦、芝士啦，咁好適合小朋友去食用嘅。咁下面咧我哋會有3款嘅配菜啦。裏邊會有啲炸嘅全粒啦，有啲炒嘅蔬菜啦，啲青蛙嘅。咁希望呢個兒童餐既好玩又好食。咁大家就可以攞住呢個兒童餐嘅餐具咧拍照留念嘅。不過有一樣嘢唔好意思啊，呢個嘢係冇得賣嘅，淨係可以喺嗰個餐廳嗰度食同埋打卡嘅啫。哦。咁所以可以有機會嚟我哋嘅餐廳試下。香港考慮下。OK。咁第2款咧就麻辣星幫我哋呢一個我嘅特色甜品小食啦，佢個菜式名叫做乘風啟航。呢個名係起得好嘅，我覺得，因為呢個靈感咧嚟自於Moana佢哋探險用嘅時候嘅獨木舟啦。咁我覺得佢係還原咗嗰個船咧係99.99% 嘅啦，已經覺得好好㗎啦。咁裏面有啲咩菜式咧？陣間嗰度都有得個 display 嘅。咁呢度我請講解一下，上面會有個脆炸香蕉啦，搭配一個椰子吉士。咁我相信咧，冇人會拒絕飯後甜品呢一個 happy ending 嘅，大家有機會真係要試下啦。咁呢個獨木舟上面仲有個賣點嘅係啲咩咧？大家見到呢支旗，其實係可以拎出嚟咧，攞翻屋企做 souvenir， 即係可以買我呢架船咧，就可以攞支旗仔翻去做一個紀念品。咁亦都可以享受美食嘅同時之外咧，亦都可以收藏一個屬於自己喺迪士尼嘅回憶，可以增加大家用餐時嘅興趣啦、啦。希望各位賓客有機會嚟到 Wayfinder 領航者會館，體驗樂園餐廳不一樣嘅餐飲體驗，同埋大家享受一個奇妙嘅旅程。多謝大家。多謝。咁都好多謝我Mike一個咁詳細嘅介紹啦。其實我Mike要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咧賓客嘅一啲遊園咧，佢哋嘅一個趨勢，其實佢哋真係會揀佢自己中意嘅 IP， 跟住去規劃佢自己嘅旅程。我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就係譬如好多日本啊，內地賓客好中意嘅 friend and friends，佢哋除咗會嚟園區之外，譬如都係酒店會住我哋嘅房間啦，亦都有我哋嘅主題套裝啦，亦都最重要係跟住會嚟園區同我哋嘅迪士尼朋友影相，去買商品或者啲乜嘢嚟我度食嘢啦。咁我哋都因應呢個喜好咧，其實喺2024年裏邊咧，我哋推陳出新咗接近40多款新嘅 friend and friends 嘅主題嘅美食啦，包括可能有下午茶啦，有甜品啦，有小食啦。
而講緊咧，我哋總共賣出超過50多萬件嘅唔同嘅食品，而且啦喺20週年咧，亦都多謝團隊咧，佢哋準備咗啲好靚、好特別嘅一啲嘅我哋叫 pop-up market， 我哋嘅好有嘅拍檔。另一方面大家都應該有機會嚟過我哋酒店試過，亦都參與過我哋一啲好有儀式感嘅旅遊體驗，例如之前有 staycation 啦，而家我哋都會見到咧好多賓客咧，其實嚟到我哋嘅餐廳、酒店嘅餐廳咧，去慶祝啲重要嘅人生時刻，例如生日、結婚週年紀念，或者畢業典禮等等，亦都喺個過程當中咧，咁佢哋會去訂做，即係都會訂製我哋一啲特別嘅蛋糕啦，同大家講個小故事。其實咧喺2025年咧，今年個財政年度咧，我哋賣出咧超過咗4700多個嘅蛋糕。我哋嘗試咧將個蛋糕咧，如果搭起嚟咧，個總高度咧，大家都想象唔到啦，厲害啦！等於14座香港迪士尼嘅城堡，高咗嘅，係高咗，就嚟去到太空嘅嚟嗰種咁一年嘅話，咁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呢個都係啲我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啲開心嘅數字。你繼續分享啦，用 IP 講故事嚇，用美食係啦，你繼續講。好，咁亦都即係嚟到我哋3個重點啦。咁頭先呢度都分享咗，用 IP 講故事呢個係我哋咁多年裏面，我諗團隊啦，大家好有我覺得好有一個 challenge，一個能力去做到嘅一個大方向。譬如20週年啦，今年或者今年裏面，我哋配合咗 party 嘅主題，推出咗多人份量嘅派對套餐。其實只係推出咗短短1個月，我哋講緊啲園區喺園區已經賣出超過4萬多份，而且嚟緊聖誕節啦，咁亦都多謝團隊，佢哋多得新嘅材料啦、諗法啦，依家大家會喺左手邊都會見到咧一啲新嘅產品嘅表達手法，希望可以帶出更加多一啲唔同嘅元素。亦都多謝蘇怡同我團隊安排啦，希望做到我哋嘅聖誕節酒店嘅套餐咧，除咗食得睇得之外，亦都玩得。咁細節唔多講啦，有機會到時嚟到我哋嘅酒店咧，可以享受一下。最緊要亦都同我哋嘅迪士尼朋友一齊影相打卡。除此之外，大家知道啦，喺嚟緊1、2個月，我哋會有一部好出色嘅電影《Zootopia 2》即將上演。咁蘇怡咧亦都帶領個團隊咧，即係我哋製作咗好多啲新嘅一啲嘅產品，主題小食啦。咁到時喺園區會同大家分享，同埋千祈唔好錯過嚟緊，我哋會見到一個會識出聲嘅米奇貓圖。係咩？係㗎。咁陣間你就知點樣佢會出聲㗎啦。咁喺呢度我就保持一下嘅神秘感先，或者將成間翻俾你查。我其實要交俾阿蘇怡，因為我哋甜品部餅嗰樣嘢好靚咧，啲大家手機食先咧，打卡咧都係靠阿蘇怡啊。蘇怡，我交個時間俾你去介紹下。大家好啊，我係周怡啊。之前呢，有曼菲有提過，我們迪士尼呢比較關注於 storytelling，想給賓客更多的不同的 experience， 所以呢，我們在甜品的方面呢，也主要以造型、顏色以及味道這些，把我們從電視上、熒屏上更多比較受歡迎的角色帶到我們生活當中，變成了我們所有人觸手可及的甜品。比如今年呢，Halloween 呢，我們就推出了Jack 和 Sally 的這款甜品。這款甜品呢，我簡單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想法主要是因為我們認為Jack 和 Sally 呢有一個 romantic 的 love story， 所以呢，我們希望他們在這個 special 的 moment 可以在亢奮當中 wake up， 和我們度過這個愉快。真浪漫到哎呀，度過一個愉快而美好的階段，希望大家喜歡咯。在其中呢，我們也加入了一些raspberry 的 coulis， 希望在顏色上更 match 我們這個 Halloween 的主題。希望大家有機會去嘗一嘗。接下來呢，聖誕節我們也採用了一些造型的甜品，比如說像聖誕樹啊、聖誕鈴鐺啊和小鹿這些甜品。當然，今年呢，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是我們最新推出的 Magic Box。這些呢，這個 Magic Box 呢，我們是主要採用我們主要採用room temperature 的 cookie 啊，比如cake 啊，或者一些 marshmallow 在裡邊。主要是說我們想製作一個整體可以食用，但是打開呢，你又可以看到不同的texture、不同的 flavor 在裡邊。裡邊還有更多的驚喜，希望大家可以在園區然後 display 的區域呢也有，大家等一下可以去看一看，希望大家喜歡。今年呢，對於Cake Book 呢，我們也推出了，在 Hotel 這邊呢也推出了，主要是說以大家耳熟能詳的一些 IP 啊，比如 Minnie、Mickey，還有 Winnie the Pooh 以及
Trivia 帶有這些主題的蛋糕，希望大家喜歡，謝謝大家。哦，多謝你啊唔該晒你。 Manfred 你繼續講啦，酒店呢邊有點樣加強大家都 IP 知道啦，咁我哋餐飲部咧其實唔單止園區，咁我哋都照顧我哋3間酒店我哋嘅賓客啦。咁其實我哋一直都希望將我哋園區咁開心，咁我哋叫做沉醉式嘅體驗咧，其實都無縫地咧，即係帶到嚟我哋3間酒店裏面。而當中咧，舉個例子咧，大家都有機會去過我哋好萊塢酒店，其中我哋流影廳嘅 Edifice， 而裏面我哋用咗 Marvel 為主題咧，設計咗好多唔同嘅產品。而當中咧，我哋今年咧，我哋都有個小分享，我哋用 Marvel 主題即係做咗個叫量子漢堡嘅漢堡包。咁其實咧喺今年咧，我哋上次年度賣出超過3000個，而我哋亦都嘗試過將佢嘅重量加埋咧，等於3個鋪變合呢咁多，亦都咁將做。嘢加埋。係啊，因為加埋咁樣嘅感覺好似厲害啲嘛。咁另外一方面，我哋除咗我哋好萊塢酒店之外啦，迪士尼酒店我哋有一個好出名嘅星河軒中菜廳，裏面最出色嘅就係我哋嘅迪士尼朋友嘅點心。其實當中咧，廚師們咧就融合咗我哋即係中式嘅即係廚師或者係點心嘅創意咧，其實亦都加強咗我哋迪士尼朋友嘅 IP。今年咧賣出超過17000多份，而當中亦都見到好受日本賓客、台灣賓客同埋其他嚟自國際地區嘅賓客嘅歡迎。我琴日喺樂園仲同埋喺酒店咧，不停都係見到好多日本嘅賓客，因為我不停都係聽到卡哇伊、卡哇伊。你繼續講，你有啲嘢收埋未介紹嘅。嗱，呢個亦都即係多謝 Anita 即係呢個分享。咁因為呢段時間我見到好多唔同嘅賓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需要，亦都幫助到我哋，亦都帶出咗最後一個重點，就係點樣去保持創新。大家明白，即係始終我哋園區，我哋講緊服務緊唔同嚟自唔同地區嘅賓客，佢哋嘅需要都唔一樣。今年咧，我好多謝咧，應該喺我左手邊咧幾度嘅團隊咧，其實佢哋用咗好多香港嘅元素咧，加入咗喺園區裏面嘅產品。例如6月份嘅時候咧，我哋喺我哋灰龍山谷推出咗我哋用奶茶嚟做香港港式奶茶嚟做一個沙冰，配合翻我哋一個好好味嘅老雪糕，亦都有我哋 G&M 區元素咧。其實成個產品講緊6月份推出之後咧，去到今天賣出超過3萬多杯。咁亦都見到咧，即係喺網上面啦，喺其他一啲嘅社交媒體上面咧，個熱度好高。咁亦都多謝團隊可以咁短時間諗到咁好嘅產品。但嚟緊啦，過多2個禮拜到咧就秋節啦。咁秋天嚟臨嘅時候，大家知道咩食材係即係最應節啊？咁啊，冇錯啦，係 Anita。因為咧 Anita 之前同我講過幾時喺迪士尼有蟹食啦。咁我同佢講放心，唔係交俾我，交俾我後面啲廚師。佢哋有魔法一樣咧，就安排咗我哋嚟緊會有大閘蟹。咁我哋除咗有新鮮地地無公害嘅江蘇大閘蟹之外咧，亦都我哋即係推陳出新有好多啲蟹粉嘅套餐啦。咁啊非常之好食。咁我呢成日 Anita 噶啦，之後有機會咧就邀請你同埋啲朋友嚟一齊試下餐。大家都可以嚟試嘅。咁我哋有咁多美食啦，咁大廚哇好努力而家喺度做緊好多準備功夫。咁啊，所以我哋除咗吸引賓客之外咧，係而家好重要啊，就係要吸引人才。咁啊 Manfred 喺度假，我哋度假區作為旅遊業同埋家庭娛樂行業嘅最大僱主之一。咁啊，我哋想問下啦，呢一個餐飲部有咩方法去招攬同埋培育我哋嘅人才咧？多謝你，因為我諗大家都明白，即係喺餐飲業界裏面嚟講，無論我哋幾好個材料，有幾好個菜式都好，如果冇咗咁出色嘅同事人才，我哋冇可能係可以將所有產品咧呈現到俾我哋賓客面前。亦都係咁嘅原因咧，咁我哋一直都好多謝我哋好多業界上面嘅，即係我哋嘅好朋友，亦都我哋職業訓練局嘅朋友啦、導師啦、VDC 啦、國際廚藝學院 ICI 等等機構同我哋好緊密合作。咁當然啦，我哋有機會都去到唔同嘅我哋學院啦，我哋會定期作出招募啦。坦白講，我哋好重視我哋人才嘅，即係佢哋嘅發展同埋培訓，同埋最重要係希望俾到機會，有機會先至有機會學習，有學習先有機會做到。咁亦都希望我哋繼續去努力發展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我哋度假區度假區包括陽光酒店有1/3嘅廚師領袖團隊咧係嚟自 BTC 畢業嘅，咁我哋俾掌聲 BTC 嘅個導師，多謝你哋。咁當然啦，亦都當然亦都包括我身旁2位咁出色嘅領袖，包括 Chef Mike 同埋 Chef Sing 嘅。Chef Mike 講下先咧，7年之嚟參與即係加入我哋之後7年之內就升咗3次，而家係我哋嘅廚師長。咁你喺講下你嗰個迪士尼嘅職業生涯係點樣咧？好啦，多謝 Anita。大家好，我係 Chef Mike 啦。咁簡單介紹我自己嘅歷歷啦。其實我喺2006年嘅時候咧，
就喺個富林中華長畢業嘅。咁嗰陣時畢業之後咧，我都喺個嘅機構啦、酒店啦。咁7年之前啦，2018年就有機會咧，就幫咗迪士尼酒店嘅中菜廳蒸蠔宴，同埋喺宴會服務做嘅。咁就開始咗我喺迪士尼嘅 journey， 即係我嘅職業生涯啦。咁之後公司都好鼓勵我哋喺其他地方發展嘅。咁我喺其中咧，我都幫手喺我哋換酒店嘅時候咧，有一個翻新嘅計劃咧，我都有參與其中。呢一次咧，亦都係我第一次建立我嘅廚師團隊，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啦，去點樣去管理一個團隊啦，去加速嘅成長嘅。所以我都好多謝 Nathan 俾咗呢個機會。咁我1年前咧，我就由酒店轉到去樂園度任職啦。咁而家咧，我就管理緊喺樂園裏面4間派嘅餐廳啦，裏面有快餐啦，同埋有 table service 嘅餐廳嚟嘅。咁公司非常支持我哋人才嘅培訓發展，同埋俾我哋有好多機會咧去參加不同嘅比賽，增進我嘅廚藝知識啦。咁並且我喺途中都獲到過唔少嘅獎項嘅。亦都喺疫情期間咧，我更加有幸參加公司舉辦嘅廚師發展計劃，受到咗重點嘅培訓啦。呢個計劃咧喺我日後晉升為廚師長嘅時候咧，更加有信心同埋有動力嘅。借今次機會啦，首先我多謝我嘅 FAP Director Evan 啦，一路7年裏邊對我嘅提拔同埋支持啦，同埋感謝一路上嘅教導信任我嘅師傅們同埋同事們。我認為保持學習同埋不斷吸收新嘅知識咧係必須嘅。未來我希望為更加多嘅賓客帶來更加多嘅新嘅體驗，培育更加多嘅人才，好似阿星喺度咁，幫助公司團隊嘅發展啦。歡迎大家都成為迪士尼嘅一份子。多謝大家。多謝多謝啦。聽講咧講曬呢條路咧任重而道遠啊！咁亦都即係再一次多謝公司對我哋團隊嘅支持啦。其實喺迪士尼工作咧，我覺得好大感受就係我哋每一日咧都可以接觸到我哋好多嚟自唔同地區嘅賓客，而都同大家有個小故事分享啦。喺我哋餐部嘅團隊裏面咧，每10位同事有1位同事講緊嘅 10% 咧服務超過20年。咁呢度咧，我哋好感受到咧團隊對我哋嘅信任啦。同埋喺過程裏邊咧，因為有佢哋嘅努力同埋支持，令到我哋嘅產品服務繼續可以達到世界級嘅水平。講起世界級嘅水平，咁亦都多謝團隊喺由2021年開始啦。其實我哋每年咧都會參與好多一啲香港啊或者國際嘅比賽、廚藝比賽，而當中咧我哋度假區咧，即係我後面咧，晒啦，有啲晒一部分嘅，因為通常有80個獎項，咁我哋未必夠足夠位置，但係再一次同大家分享，即係亦都多謝團隊嘅努力，令到我哋喺業界裏面咧可以繼續得到大家嘅支持同埋肯定。多謝咁多位。係啦，所以跟住我哋就要指住目標向上升咯。80個獎裏邊，你有其中一個係有份嘅，咁你都係喺 BTC 畢業咧就入咗迪士尼㗎啦，亦都參加過好多呢啲美食大獎，攞到銅獎，係啦。咁啊，蘇星，你又講下啦，迪士尼工作嘅有啲咩嘅經驗同埋得獎啦？大家好，我係阿星。咁讀書嗰陣時咧，VTC 同迪士尼合辦咗個廚藝計劃、交流計劃，我就參加咗其中之一啦。我就參觀咗迪士尼裏面酒店嘅廚房啊，同埋餐廳，成為咗2024年畢業之後就加入咗迪士尼嘅契機。而迪士尼亦都係我第一份工作。喺迪士尼入面咧，就好擅長去用食物去講故事嘅。而我覺得喺呢度做嘢，除咗我學到要注重味道之外，仲有顧客嘅感受啊，同埋整個用餐體驗都非常之重要。而今次獲得呢個機會代表迪士尼去參加比賽咧，我覺得有好大嘅得着。準備比賽嗰陣時，除咗要自己揾資料啊，同埋揾靈感之外，我都有請教一啲大廚去問下佢哋廚藝方面嘅嘢。而比賽之前，我都有多次試製同埋改良菜式。我覺得最大得着就係訓練到我嘅廚藝啦，同埋我嘅創意。最後，我亦都好多謝我背後嘅廚師啦，同埋同事，佢哋都好努力喺後面為我打氣加油咁樣。多謝晒。即係你24年跟住入咗嚟1年，1年多少少就攞咗銅獎啦。好啦，你真係一定係用好多心思去準備啦咁樣。咁我哋除咗培育人才咧，有好多美食啦，其實咁忙之中咧，餐飲部咧亦都係同好多社福機構咧係合作㗎。咁譬如
會有推出呢一個迪士尼快閃線心行嘅計劃啦，分派呢個餐點咧俾有需要嘅人啦，包括老人院嘅長者啦、基層家庭同埋小朋友㗎。所以自2013年以嚟咧，我哋迪士尼咧，香港迪士尼已經捐出咗超過48萬份餐碟。咁啊，餐飲部嚟緊仲加碼咧，推出優惠回饋社會喎。阿 Manfred 你又不如同大家解釋下、講解下啦。因為我哋都一直希望可以提供多啲優惠俾到我哋本地市場啦。咁由而家開始去到10月中咧，其實有兩個比較大嘅優惠，咁包括啦香港居民特別嘅生日優惠啦，同埋另外有長者優惠。長者優惠係啊，都想多啲人。快啲答我答媽嚟。屋企人入嚟享受我哋嘅美食啦，而且喺優惠期間咧，我哋無論喺萬聖節、聖誕節咧，我哋裏面嘅餐單咧都非常之吸引，咁大家唔好錯過。同埋你會見到我哋左手面咧，我哋嘅大廚啊，我哋啲領袖們咧已經準備好㗎啦。希望今日機會咧，大家有時間去同我哋交流一下，考下佢哋牌。因為佢哋點樣去介紹我哋嘅美食俾大家知道。係啦，我哋最尾啦啊，所以唔阻住大家啦。我哋而家嗰啲嘢食又講咁耐啊，啲團隊又準備好晒啦，咁所以分享環節就到呢一度啦。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嚟玩得開心，同埋亦都有好好嘅回憶帶翻屋企。多謝大家。